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中营的空服员罢工，今仔日第6天。讲罢工的第1天，有18个已经完成报到的空服员，伫下晡的4点罢工开始了后，都徛伫个空桥门，无愿意就飞机来执勤，所以有2班飞香港甲上海500外的旅客行程耽误5点钟。旅客是来痛骂空服员，拢无顾虑到旅客权益。虽然工会强调讲，这18个空服员是合法来罢工，但是中营航空大真硬，讲会甲这个空服员记控制，后续嘛会甲因处罚。空服员拖行李陆续进入登机门，这是6月20日，中营空服员下晡4点启动罢工前最后一航班，准备飞往上海，所以因为空服员罢工延误。罢工空服员总共18个人，伫同工下晡2点30分、40分报到，准备飞往上海甲香港。罢工了后咧，摕粉红色的布条自翕，刷害500多名准备坐飞机的旅客。航班上久拖延3点钟，空服员被质疑有领钱，煞将旅客等的不管。不过工会强调，若是起飞前就已经进入罢工期，并无违法。飞机还没有关，他们还有权利拒绝在4点一到合理合法的不提供劳务。中营航空表示，当时状况也阁需要厘清，已经甲18位空服员控制处分。突然呢，他们就讲说，我要罢工，我不飞了。就临时呢，我们还要找人家赶快呢去补他们的位置，然后飞机都 delay 了，我们会按照公司的这个调查的报告，我们再做一些后续的一些惩处。中营强调，若是组员开始伫个罢工行动开始进前，就脱离工作岗位，会依照规定停止。但是无论最后安怎法，旅客损失的时间内，恐惊已经无法度挽回。